同款嘛是上新的画面，来看到时代力量立法委员黄国昌下早开记者会，讲到韩国瑜的丈人爸开的大通山石仔厂，讲到因牵涉到违法占到国有地问题，来看现场上新的情形。所以我才把这个列出来嘛。他说是国有财产署算错的，那讲话要有凭有据嘛，请他把东西交出来啊。那现在是我拿出这么具体的证据，把流程画得这么清楚，那他们可以空口说白话。什么时候认定错的？谁认定的？资料拿出来啊！认定错误。那这个照片是什么？那这个现勘记录是什么？2002年就发了处分了，要他们缴钱，半毛也没有缴。等到2006年，他要申请简易休闲农场的时候，国有财产署才想出来，才想起来，说哇，之前那么久都没缴。我再问一次啊，事情这么明确了，到现在还在凹。2003年到2002年，我后面他缴这4万多块，国有财产署自己去解释啊，这4万多块是怎么算的？请韩国瑜竞选办公室出来讲。2000年到2002年，就是大通砂石场在占用。西罗证明知道，媒体知道，当初的报道那么多，请问他缴了多少土地补偿金？请问缴了多少？到今天还在说谎。